天气报你知，同齐关心今仔日的天气。受风台的沉降气流影响，今仔日各地也是真烧热。气象局是有针对1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，咱同齐来看温度。风台要来啊！受风台沉降气流的影响，今仔日的温度是唱悬的。伫嘉南、新北、桃园、屏东，今仔日拢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。其中伫桃园是有机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。另外，第5回风台度数热强度有小可搁变强，继续是往西北偏西的方向咧行。在接近台湾的时，强度有可能是中度风台的上限。气象局是表示讲，伫要暗仔左右，伫今仔日要暗仔有可能有机会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另外，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今仔日伫东半部、恒春半岛雨拢会较粗。沿海平湖、金门、马祖嘛有大影，若较空旷所在嘛会出现8级至9级的强阵风。